年纪，咱可能袂敢做伙是，是咱敢人袂做伙是，毋是咱敢袂做伙是，这个观念咱来转变。因为咱讲，因为你是识性十几嘛，因为咱讲，你的观念咱想我，拢有偏见嘛，拢有接受去嘛，拢有搞爱安怎去嘛，咱是就安尼。所以咱才一定唔甘愿嘛，谁唔甘愿？就是因为你接触无到嘛，因为你接触无到嘛，你盗取不到嘛，你赢取不到嘛，你取得不到嘛，袂当占着你个人的利益嘛，伊你付袂出去嘛，所以本来你这个世界内底当中作用的嘛，作用的嘛，你唔甘愿嘛，现在你会快乐吗？你一定会快乐，因为那个你手边无朋友，这个世界上的人做小事，你要相信哦，伊绝对。你家己这命，一年还赚两，伊然后烧一件，把书来呢，烧书5万年，就是讲这个。所以你用到讲出来，讲好多钱，不是这，那是变得这个，变得这伊家己这是变得这个，所以咱哪做法呢？讲叫做转型，不？这些物件，转型心理。这个转落过来，这个转落过来好比有地位，咱修道就是转，所以咱才说心念转个弯，当然呢，生命就不行了。这是迄个蔡教授讲，心念转个弯，以前的信念，你的信念你甲转去负面，信念你足巧，这个信念转去负面，你搞算的。所以讲。科技你不是真啊，科技当然还是信仰，所以现在很高位，咱人啊，咱人都唔甘愿。所以我想讲的，你刚刚出来讲，一个问啊，讲大和尚脾气大，老和尚脾气大，大老师架势大，你有告诉到这个例子，因为呢，老和尚脾气大，老和尚脾气大。因为老和尚那凭什么？以这个解说的来讲，这个人修行都不是讲你修得足久，代表你修得足，不是这个道理。这个人的修养是修，这心的意境。咱若做修到8个王位，8个王位呢，伊身受大师，是啥物啊？伊东乡西来地当中，伊的王位，而家做不到手术，伊8个王位呢，伊得到。我作为不买想法，现在我做不买面好友，咱第一部分，因为当时得到了，因为伊打的时阵啊，听着对我叫我伊了后，伊即时就行这个会，行到对，行到不买方向去到死的时阵，迄个时阵啊，伊含记者不买做事，伊讲政府做伙。我是机智不足了，伊就讲的是公务员经济不符宜哦，这是两条。当然，这嘛是伊的当时我做条，当然你是一个做水太条的行为，这不足，那肯定公务员啦，你是个什么？你这人足条，不是，因为咱人本来，明明是阮头是做，你本来就负责本来。因为你是叫卖卖分，你就是重心。刚我重心这个分，咱是叫卖卖是安尼样。伊为什么讲嘅？咱不是叫你，因为咱讲六个不是一的，或者解释的六个不经济的，你叫我经济是不派。如果你叫我经济派去，安尼就无可能，是因为咱现在这个色形象用了后，说这个这个定到看了后，伊就走去。但是后一个人会修，你修到多修业了后，毋是这个当中你定了，都向你转了后，你咪当做分呢？伊是无死呢，你了解这个是无死，是随着迄个因缘，随着因缘跑来了，因为伊保持伊苦种的，我若做员工，何其自性本的清净，何其自性本是苦种，何其自性不如修变。何其
心烦恼，这是人做东讲的呢。这道理，咱这菩萨咱安尼听呢，无听到这物件，就会这个大心烦。若无听，也听一寡迄个福分物件吼，这无紧要吼，咱地位咱是袂起。这是人做环境下一个足重要的代志。我去讲物件，我去自识，你就是讲，我今日本来就是有一个自识，本就富足，富足哪富足一切。各位，咱今日你是路边咧，你伫路边咧行，迄个咱讲地基咧吼，甲天才迄是无差别。伊个自识拢富足的物件呢，伊是叫走出去变地基尔。伊有一个当中人叫好个，伊嘛是那是天才。伊是永远地基咧，你敢听无？哦，天才是永远天才咧，后几人叫，即后几人叫错去，后几人是走地基。但是因为伊个富足经济内底当中，完全是以圣经来讲，不精不广不教，这不是物件。但是因为咱去学道就是咱就是因为要了解这个，了解道理，咱这个地位一定要强，所以地位一定要强，转型，这个是要转强，这个地位一定要升，地位要强，啊是安尼地位要强，是叫做地位，地位叫做接受，叫做接受，接受，地位叫做接受。地位叫做接受，各位理解？咱今日想法呢？咱拄着一件代志，咱去接受，咱去接受。咱做者咱若欢喜的，咱去接受咧；若无欢喜的，咱去接受咧。哦，是毋是拢安尼？所以你唔接受，我就唔甘愿，我唔接受。所以你接受甲唔接受，迄拢是咧看你心的意见咧。所以人讲但是为了咱呢，信受奉行，我看到是话讲呢，我告诉过来讲叫做受持，受持呢，受叫做接受呢，持叫做意念不忘呢，受叫做念然无心呢。所以咱即句话就咧讲讲，今日咱学好之言，咱今日学遮久，听遮久的道理，听遮久的道理，咱到底听着什么物件？伫你的心意识内底当中，你只心意有内容听无？哦，咱注意，咱对，咱要听一句话，你即句话就挡袂了。我甲你讲，你听3年、5年、10年、20年都袂听，因为要互你这心就是你有内容听嘛。因为我拄则看着，我这心，因为当时是本来袂当听出，哦，我无介意听，你就爆跳如雷嘛。是你是原因，因为咱的心太强嘛，咱个心太强嘛，咱按落落去啊，见头比头，所以你这两句话无听，你听一句好听，你听一句歹听，你有法度受无？我接受无？哦，足够啦，你有法度接受就代表你这个心理有内容听，老爸来讲一句话，可能咱就该一句来注意，老爸想到啊。咱地位好，咱头发好，理性好，啊后壁变地靠老爸好，咱讲，你明你做好，咁你靠老爸，你做不好，咁是咧，唔是你做好，因为你是老爸生的，你是老母生的，那你讲讲因为你就是人的囝呢，其实你有知识，但是老爸讲话子数、子女数，你听得到，听不到，你拢对不对？这就是管你的心理，你如果接受，虽然老爸讲的这句话无下来听，你嘛来接受呢，这个有效呢。当时后边来大部分甲习惯沟通呢，所以咱这个心听着，咱讲一个朋友，安尼讲一句，学了一句话，好欢喜到要死啊！甲讲一句我听无欢喜，我气到要死啊！安尼有受无？你有接受无？咱无接受呢，现在讲，咱这行就行到出水种呢。咱学到这个心拢无内容呢，对不对？去到的时阵啊，哦，去到的职场，拄着一件代志，一个职员甲你讲一句无好听的话，可能你第二就讲咱发脾气呢。咁是安尼，所以你看哦，你伫生活有关，无论你是厝也好，你伫社会也好，你伫你的职业工作也好，咱甲想看卖，咱甲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咱真正有当所谓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能够接受人家的要求，就是人给建立个这个要求。你有这个能力无？所以你合作真正高，所以讲，只为将来用实事，咱讲理这个实事，理这个实事啦，咱讲认这个规性，为这个，我想讲的，咱心有一个佛，啊有一个鬼。咱你这个心哦，跟这个心有一个佛，有一个鬼哦。哦，心叫做佛，地位叫做佛。哦，啊，迄个色性咱有迄叫做鬼性，迄叫做鬼。但是迄个佛，这个佛若强起来，你的地位若强起来，你的鬼性就足个，迄就足个，因为怎伊较压力。但是你这个鬼性若大声起了后，你这个佛就较压力。所以，这叫做两面嘛，这边叫咱叫正面嘛，这边叫负面嘛。这一手问二手嘛，所以叫做一体两面嘛，这个心两面嘛，这个就是你的地位嘛，叫佛嘛，这个就是你的地性嘛，叫做魔嘛。所以魔甲佛是同一个人呢，魔甲佛是两个人呢，你会知影？当你发脾气就是魔呢，当你去到甲佛的心是佛呢，你敢知影？但是咱平常，咱发脾气时间是少，好，咱甲佛的时间，咱甲佛的时间，咱甲佛的时间，来对，这个物件拢爱咱家己讲讲。哦，当你遇到一件代志，这个不是歹代志。咱讲破今朝到衰啦，去遇到这个代志，我要气死。咱话对不对？我到衰哦，我拄着一件代志，我要气死。其实，唔知讲迄是咧外面讲，因为你我要气，就是你考无，你只心啊无能力，你讲咩？哦，因为这个心就是讲，伫这个环境的内底当中，时时刻刻，咱得面对着咱家己咧活的这个心。不得一修我八世，金玉仙人，人入仙人啊！李金风经，伊讲讲啊清楚，一修我八世，金玉仙人。以前人我上天上，就是上修者上，应生情分。李不金风经来讲清楚，是安尼修我八世，金玉仙人。咱讲我八世，咱是当咱就忍袂过，咱一个月咱就忍袂过，咱一工就忍袂过，到尾我八世金玉仙人。咱差人偌济，透过小一步讲差很大。咁是安尼，啊，修行到时是，因为佛是做会到，咱才做袂到。佛得因老爸真反同啊，因老母嘛是魔为夫人啊，阮老爸帮水莲啊，阮老母帮结婚机啊，嘛是生出来啊，是安怎伊生佛得，啊我生我这种性是安怎？伊你个知影，佛得伊嘛接落来，伊嘛是修起来的物件，伊毋是天顶挂来的佛啊。咱大家拢是佛得啊，一个大家拢当信，大家拢当信众生啊。但是佛得当众生，是恁妈妈生的是无？毋是，妈妈是先至配合你，要来做佛得，要来做众生，是你家己做的，毋是恁妈妈生互你，毋是上天生互你，是你家己你是为家己的。所以今日修学道就是讲，一定要活在这个生活干嘛？我讲忍无可忍，咱若当做一个代志，哦，我想要气，我真忍，忍无可忍，忍无可忍，迄个哪迄个无情关忍啦，伊佛家来讲，先去关系到无情关忍啦。忍无可忍就毋免紧嘛，我拄着外气，我毋免紧嘛，我拢自在，迄个忍无可忍的，伊个忍无可忍就太难了，因为忍无可忍就太难，毋是这个道理啦。忍无可忍就是讲，伊有法达到，毋免就忍嘛，你安怎讲可以？哦，就是讲，咱的那个报点回乡，让你做事。讲有人骂老头，老头主说好；有人打老头，老头说睡好。坐在我脸上，给他指干面，太神力气，我的神官呐！这番菠萝蜜便是妙中宝，肉之死交情，何处报怨？我讲这报怨条，回然后有人打老头，有人在拍到这，伊面做出代志，为讲伊是老转来。头是笨啊，笨种，应该你我是很笨的一个老头，一个老人呐，很笨的老人呐，有人跟别人说啦，有人骂老头啦，我光破你不要讲这个，你不要讲这个，
伊有别种也是那个一心这样，一心同样的咯。有人他老总，有人他把给老总，我老公住睡牢，你也没跑到得了，你忙就是他。哦，我操我连是给他是看见你看，非常多你外面我好改，我改大理是看表嘛，我慢慢去甲切啦。而且呢，我神力他的神力去我审判嘛，伊嘛新的比他我嘛去判断。哦，这番不容易。哦，所以你多数感，这个他这个应用，这个应用合并，就是咱修的很好，不会习惯这个感，这个信任，你这个面对的代志，这个信任，那不可能，但是有可能，有可能，我你来记着，有可能，无可能，你来记着，因为咱我伫来平时讲分析啊。因为拄着顶了后，我去对着顶了后，我有发脾气，我有发脾气了后，我就讲诶，我今日做咩款？我随便分析，因为我拄着一件代志了后，我若甲人大小声，我马上分析，哎，我今日做咩款？哦，所以现在我就讲啊，讲如果你若拄着无合理当中目的，莫变，大家莫变随莫变，大家随莫变。因为打造来讲，和长辈结婚是讲证明欢喜，先那么打造来讲，伊的目的是做管理应该，因为你看伊挂出来出去，那个高不了，没完没了，这个没完没了，所以你你放长，哦，因为伊，换一个解释讲就讲袂落去啊，所以变成受用变节，你看变节出来啦，所以呢，不是叫心，咱真正要起心动念。学道，咱现在爱学佛，有道，学有心经。所以，而且甲你讲，智慧将来认识神，咱就是拢把这个，咱就是拢把这个，把这个识神当作是咱的本来。咱无心劫来，咱以无心劫来，生生世世劫来，以这个生死做来评分，生死轮回。好，其实换做本来面。起人就是咧讲啦，起人就是讲意识。本来人就是咧讲啦，本来人就是讲这地位这个啦。哦，这个本来啦，咱本来有附属一个地位，附属这个本来啦。咱说迄个夫妻，迄个起人，迄个无地位迄个看咧行，错咧来看咧行。所以咱伫这个世间，虽然叫看咧行，你是哪？迄个作，迄个作为。迄个作为，迄个地势的作，有地势的作为，伊就哪，伊就计较，伊就比较，所以无作为，无作为，是命，迄个大为，什么叫做无作为？因为我看到代志了后，哦，我毋是无作为，我无甲你，我无要甲你计较，无甲你比较，你对甲毋对，我足清楚，我无甲你计较，无甲你比较，无甲你相争，你对我计较。要没有人话来做，你就学袂到。这个人叫做信仰，叫做大，这是很简单。所以变出来就是讲，无心劫来，你无心劫来是安怎修会得到？哦，咱是来修的，就是因为伊个咱人劫来的是，咱家己呐修不了出来，欺人不欺这个人，修不了出来。按讲起来，咱家己修了修修。哦，各位先生。不得以一方面以给牛奶看，苏活的不得解不为，伊讲鱼有定住，鱼有想，伊是不为开导，伊这回以前为谁那讲你知无？这个脾性问题，苏活的，我们讲世尊，我们世尊，拥有贤能助贤如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温和定住。温和，阿弥
公就是讲啥物件？当然，阳光就是讲自信，发展就是讲地，哦，permit就是讲定性起来。但是因为这句话是当时不得，伊讲到阳光局的第二份内底当中，伊是书内有一个问题，就产生伊个一定的问题文化，哦，艺术现象。比如细村就直接对不得，因为不得有10个名词，有人称伊叫做大丈夫，有人讲叫做天人书，啊，讲叫做鬼，啊，讲叫做细村，安尼。所以伊用做10个名词。所以说的就比较细村就比较叫的，讲拥有贤能助贤如理，较少有一个贤能助贤如理，就是伊经讲法律上，就参照咧经法律上，请大乘法这个人，叫做拥有贤能助贤如理。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叫做啥？伊解释咧中文叫做解释咧中文叫做无上正定。正确，这句话若换做咱中国话，叫做无上正定正确。这个无上啊叫做阿耨多罗这4字，你若念读经典，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伊就是讲这4字。阿耨多罗这4字就是讲无上，三藐就是讲这个圣经，三菩提就是叫做正确，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这个无上正定正觉这个人，这个无上叫做哪？正觉，人要甲讲的叫做自觉。我来解释。这个正定的叫做觉他，这叫做自觉觉他，这个觉行，觉行文化。这句话正有啊，讲的是讲自觉，你家己自己已经自觉菩提。”哦，自觉菩提，这个叫做自觉。那你自觉，你若要觉他叫做阿罗汉，阿罗汉叫做道汉，所以自觉觉他叫做菩萨，觉他人叫做正定。因为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叫做无上，无上叫做佛，三叫做佛，无上叫做佛。那因为自觉无觉他叫阿罗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叫做菩萨，自觉觉他觉圆满叫做佛，安尼知影吼？这句话甲解释就是讲，这个人，这个人，你就像咱今日的法会上，这个人要成就一个无上正定正觉，对咱来讲，无上。这个解释讲，无上无念的佛，无上就是无人比较悬啊嘛，佛就上悬啊嘛，哦，安尼叫做无上嘛。咱今日要成就这个人，要成就这个人啊！讲拥有贤能助贤如理，咱这个人要成就这个无上无量的佛，云何念珠？云何行云何念珠？你按怎去安住这个真心？要怎去达到这个无上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书法的问题。各位，无上正定正觉，就是无上无对立的啊，拢无对立的啊，难讲的。人讲是后安怎？我着烦恼一个清净心安尼啦。我袂甲人计较，袂甲人比较，袂甲人断断短短，袂甲人是是非非。讲来讲去，会听听我的，我完全是心无起心动念，要达到这个无上无量的这个。要安怎什么方法？要用什么方法来安住这个心？要用什么方法来降服这个无上心？安尼敢听有意思？应该你听了吼。哦，温和应注就是要安怎安抚你这真心。各位听言，你这心，放一当一日好，放一日1点钟好，放1点钟，你真正遮好，你这心在走在闪烁，给你怎样？我讲你这些人想好，然后啊，
在演。那而且你的媳妇而且有，为真正一年啊，我有应租，我要安住，要安住这个心，那才是安住的条呢，安住的条呢，一时一分一秒，咱这个是拍做厉害，咱这个新闻一时清清呢，就一样，因为这个新闻太厉害，啊，新闻呢，你的思想呢，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就叫做难做，这不得当的地方啊。我讲，那个讲，叫做爱来，这个我讲修文、书、修静、文，叫做文化；书，这个智慧；文念起到智慧，书不容易嘛，修你的行还实在。这个叫做外形，哦，这个叫做内心。书简单静的无穷尽。所以讲，温和应做就是我要安怎，我这个心无可比较。诶，你佛家当中伊啊，伊这个解释啊，这个上简单，对不对？那你看佛家，不要解，那么细线，这细线有了解吗？或者是细的细线，自我贸易化是细的细线，细线然后是老不了解。你一个人，每一个坐8点钟，要坐到哦，这个心会安住，要坐到这个心会安不落来，都比较简单。咱前面想讲的，讲主节啦吼，尽量法师、因书啦，或者是法师啊，应顺法师啊吼，讲伊一边晓插的，伊一边晓插的，伊一个工夫上大，有切的。一样差一下，但是一样学了要切的，意思呢？这个哪里有法度？这一样啦，上少嘛，也是有可能咱的面貌闪烁，这个咱上万的物件，你不懂，海川会海从一会，百鸟归山不二色。你我讲，你们为了你迄个心情一点不生，一点不受苦，真正不是遐简单。所以今日安住这个是安住的了，就是咱的人心，咱的念太厉害。这个念，咱的色声香味触法正六因，正六因因，触得了六因，但你必须心意，你触得了产生了六色出来。六色的感色，你色感你必须生这六色出来。所以六色就是你念，但是色就是色代表嘛，色就是分别意识嘛。但是因为你用你用色出来了后，因两点，用点嘛，色声香味触法嘛，用点两点就色出来嘛。我的说的是按照比喻，我是会白水对不对？无白水对不对？但是我来个泡茶必须水，白水我当白水对啦，我当白水。对不对？黄色的茶水嘛，哦。而且黄色的茶水，因为我甲比喻的这杯水，本来叫做泡成茶时的这杯水什么水？白开水，对嘛吼？但是我今嘛泡成白的了冰水，哎嘛对不对？叫黄茶水嘛。那黄茶水我用的对不对？我是用的啊，这个黄色的水嘛，对不对？因为茶底的迄个冰叫糟粕。我这个白色，我这个黄色的这两个退掉，伊恢复成了容易白色。但是咱今日本来这个因就因咱你必须心里这个因就参照这个水的白水。但是因你要点啊，你要红的、白的、你要红的、黑的、青蓝，这个是色造型，对不对？原是造型，原是造是因为你去甲你要点来造型，哎，咁讲意思？造完了后，你看就变成啊，你的色就分别，哦，这是红的，这是黑的，这是蓝的，这是青的，你个色就分别。但是你的色，然
智慧甲看伊的本性，用我的眼光看伊的本性，因为伊会当看到伊的地水出来。各位，阿妹，这是你的燃料，伊的本性嘛是水，青，伊嘛是燃烧的，伊的本性嘛是水，对不对？爱，伊是燃烧的，伊的本性嘛是水，咁样水，所以水甲伊讲叫做哪？叫做一因性，一因性分为了合性。干力一些细粒有因，干力力因，干力一些细粒分有因，只是一因性，虽然讲叫神因，我这条因啊，做对你目睭，你的目睭的神因；做对你健康，你的健康的神因；做对你的健康，你的健康的神因；做对你的嘴，你的嘴小胃；做对你的健康，你的健康脾胃；做对你的健康来，你的健康听有声音；做对你的目睭来。你目睭哪快清楚，咁然后咧，你个筋啊走来，啊你心啊要紧袂咧，你个心啊要紧袂咧，目睭看无，耳孔听无，哦啊嘴要食物件，迄味道有感，迄触觉咧无，所以叫做干力一些心意，所以用因为了着咱染到六种的色，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分析，毕竟招心体啊，毕竟用色造出来，用色的色。这个意识的色，这个意识的色造出来，这个意识的色造出来，所以现在是一个分辨啊，分辨。所以咱用以前的用的，所以咱我用的地位，这个分辨不对，这个叫做黑啊，这个叫做光明，这个叫做阴，这个叫做这个叫做痛苦，这个叫做快乐。安尼好吗？所以咱今日按照这个来，就是你两个分别意识造出来，所以咱就这，你用这做代志了后，你安全了未？你想嘛想，我要气死，哦，我要气死，我今日电是种个东西，好，我都买死，我马上叫买个死了，吼，气死个死啊，吼，气死我，用这个力量，这个极端的力量，因为他没有投入，他安不住这个心，想入。因为人生就是咱，弄你思想，弄你思想，思想啊，弄你思想，咱的情绪啊，咱管理这些思想，我管理这些情绪啊，咱无法度管理，咱家做出来，咱无法度管理如啊，咱无法度管理如啊，对不对？哦，咱管理如啊，哦，快乐啊，有幸福啊，现在是管理，你无好。你本来就是如何命，你本来就是叫地位物件，但是叫这叫有量，叫这叫有。所以咱学道就是咱转识，这是个转变，心的地位。所以咱读出来讲，三修转数理，这个道理咱较清吼。清净的发心，往外度心，千百来化心。哦，做点什么？哦，心所作地，大方见地。哦。两分差地，心所作，或者是或者数理，因为人家应该来，因那个像常常在包装这些，因贡献不一样，我那做比那做不了，哦，我变那做比这，但是你变那是多，啊，所以今天你听法就是一定要规矩的，我是就无变，听法是一定要听一法是对，你若要听一法是对，就是哪？将来，只为有色性。你将来对